即係你願意咧接受耶穌願意受洗，聖經嚟講好清楚啦。只要你口裏承認耶穌自主，心裏相信咧佢從死裏復活咧，就必得救嘅。你唔需要話明白晒所有嘅嘢，因為神咧智慧太高啦，冇一個人可以明白晒神嘅意思嚇。所以咧，只要你願意嚇，咁媽咪你願唔願意接受耶穌成為你嘅個人嘅救主啊？承認。願意啊？唔願意啊？願意，非常願意。同我先話齋。咁你相信佢從死裏復活嗎？相信。你相信佢嘅寶血可以洗淨你嘅罪嗎？相信。感謝主啊！因為耶穌嘅寶血係真係大有功效嘅，將我哋過去嘅罪、現在嘅罪同將來嘅罪都可以赦免嘅。只要我哋真心真意嘅同心裏認識主耶穌，接受佢喺你生命裏邊嘅救主，你就係可以成為神嘅兒女啊！咁今日好高興啊！正如你已經接受咗耶穌，我就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你施洗啊！好，整你起身啊！我哋一齊祈禱先，好唔好？好。愛我哋嘅天父，我哋今日真係特別嘅開心快樂。經過10多20年嘅禱告，媽咪終於願意接受你成為佢嘅個人嘅救主。雖然知道我哋唔係完全明白聖經嘅道理，有好多仲係唔清楚嘅，但係我哋好清楚嘅就係你嘅寶血可以洗淨我哋一切嘅罪。媽咪願意接受你成為佢個人嘅救主，求主可以一生一世咁帶領媽咪。將來我哋可以喺天家裏邊有過着歡喜快樂嘅團聚，因為喺呢個世上係短暫嘅，我哋將來去到天上先至係永恆嘅家。我哋唔單止係成為神嘅僕人，我哋係成為神嘅兒女。我哋每一個人將來都可以做神嘅兒女，喺度掌王權，享受神俾我哋美好嘅一個生命同美好嘅家。所以我哋而家再一次咁樣問媽咪嚇，你係好清楚嘅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救主嗎？所以你知道佢係為咗你嘅罪嚟到受死，可以洗淨你一切嘅罪。好，我而家係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為你施洗。感謝讚美主。我哋祈求禱告奉主耶穌名求。阿咩？阿咩？好嘢！好嘢！恭喜恭喜！咁啊，將來我哋一齊喺天家一齊團聚啊！好，你要乖先啦。哇，成個服晒，乖。恭話你，呢個冇頭先我唔食都有啲。呢個標準啊呢個，我啲又冇人啲肉嘅，人哋懶咧，邊個肥肉多？這肥仔知唔知？